白沙屯妈祖进香，伫今日登去到宫天宫安坐，就算落雨，香顶卡人一点仔都无减，要把握机会对妈祖行。日落沙沙雨，不过信众有缘真热情。白沙屯宫天宫妈祖会员12透早对通宵顶公所起驾，沿台一线上北，香顶卡气满升道，把握最后甲新民做伙行的机会。跟妈祖走一点都不辛苦，对，有妈祖的陪伴。对啊，今年比较特别，刚好又是母亲节，对，所以你会觉得人潮会特别的多。最后的1里路，对，我们希望这个妈祖在这一次摇尽赐福，让很多这香灯卡还有很多人来感受到这种魅力，还有这种祝福。透早9点左右，妈祖銮桥来到新埔村的区务园，由4人钦电桥改做8人扛大桥，最后伫下晡3点45分左右，登去到白沙屯宫天宫安坐。妈祖的神威显赫，妈祖一定有他的想法，妈祖一定是祥和包容的。在这里，我相信妈祖婆一定会保佑这一次所有参与活动的志工朋友香灯脚。这届白沙屯宫天宫妈祖10天9暝进香旅程创下真济纪录，包含共要33万人报名。交通部头一届提出双梯甲公路局的疏运措施，还有200年以来头一届进入南投县主甲明干乡青碧坑寿天宫是海拔上悬点，等等宗教的大代志圆满结束，也带予香灯卡真济支持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